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0月2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农业局上午伫咧议会工作报告当中，议员除了关心台南国际蓝电到林德一案，也关心小连线的风台对农作物的损失、甲农路修整等等，要求市府积极照顾农民，争取上大的权益。农业局28号伫议会工作报告当中所提出的农路修复执行，因为执行率只有1%，引起议员林美燕不满。议员表示，这样低执行效率，不只乎每一天需要利用农路进出的农民歹行家，加上今年风太济，更是乎农路损害更加严重。这个农路执行率上慢啦，非常慢。阮南区第一件伫顶届的迄款的开会时阵。我就跟你讲啊，我们还没执行呢，第一批农路还没执行哦。我们要求你赶快加紧脚步，今年都搁剩2个月呢，还剩2个月而已。事实上，你第一点名展现出来，你的执行率跟你讲6%呢，6%啊，包括上个月那条农路本身可以看，简单的像补丁，科长自己也去看了。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推动这个整个农业的一个建设。至于天然灾害的这个部分，因为中央有经费，所以我们运用中央的一个经费来对农民来给他这个帮忙救助。多年农民遇到农路的困扰，今年因为风台受损的作物，单是统计起来，严重情形竟是排全国第5位，嘛，互因要靠无白使。所以议员要求农业局成立专案协助农民中建放宽补偿的标准，来加强照顾。另外，议员李推之面对市府明年要将台湾国际蓝电刷到林德一案，虽然多处甲市府沟通，上午嘛再次提出伊烦恼以后有可能互蓝电失去留伫台南的竞争优势。今天，如果我们把台湾国际蓝展从园区挪到仁德的南纺展览中心，今天仁德的南纺的展览中心要跟高雄的小巨蛋，要跟台北的世贸，要跟其他台中的展览中心去比的时候，我们用什么理由去跟其他的城市说，我们南纺的展览中心比你台北的世贸中心好，比高雄的小巨蛋好，比台中的展览中心好，所以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停车比你们台北、台中、高雄都好，所以台湾国际蓝展必须留在台南。你们提出来的缩帖在这上面没有错，你说到了仁德南纺中心跟我们兰花生技园区之间的比较，可是本席没有看到我们的南纺展览中心要怎么去跟台北、台中、高雄竞争。台湾国际蓝电对2002年伫当时的后壁乡执行到达，看来无意外，明年将刷到林德一案，市府如何持续甲地方沟通，拢有待观察。电新闻管及何小邦采访报道。中央将要伫台南沙仑打造绿林科学城一案，上午伫咧议会除了引起关心，议员嘛趁机会要求市府经发局加速推动电动汽机车等绿林产业，特别是充电站的设立一定要普遍方便，并且由市府带头推动，才有法度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市府持续推动绿林产业，同时伫桂林沙仑要打造绿林科学城的同时，毋过就电动车的部分，议员吕维英的质疑，现况大台南的充电站就8个所在62座，而且拢集中伫行政单位，对着推广电动汽车诱因无够，要求市府一定要带头带动，才有法度降低污染，应用未来发展的趋势。毋是讲等民间到一定的程度，咱较要去做。到时阵到一定的程度较要做，老实讲嘛免去做，因为在民间家己会想办法去做。如果有
有利可循的话，民间自己就去做啊。但是一开始政府就要负责去做点火的动作啊，爱去推动，爱去做领土养啊。哦，不是使用率的问题，是因为咱的配备不足的问题，它导致使用率下降啊，没有人要使用啊。因为你设的充电站，你要做维护管理。你如果说设得很远，而且没有去维护管理，其实那个也会面临到维护管理其实很简单，你们在有些公有停车场委外的时候，你的契约来这个消耗的好啊嘛。这个将来就是会跟交通局是说好，未来我们达到一个规模以后，就是说好，我们的公有停车场也可以去设置所谓的充电站的部分嘛。另外，有关电动机车部分嘛同款，因为民众习惯找加油站加油，却无发现其实四季拢插头会当充电，所以买电动车电得方便、省钱佮环保。看来市府如何主动走伫民间专力推动进程，一步一步来落实环保热能，值得期待。但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一本由台南在地发行的国际级杂志，每一本的发行都要让民众了解未来世界的趋势议题。第十集除了以电动车为主题，进行深度的报道。29号嘛，伫咧南赛图文创园区举办电动车嘉年华，邀请民众前来了解环保绿能产业。一台市价要300万的美国高性能电动汽车 Tesla， 目前全台湾才只有3台，难得首次来到台南甲市民见面，引起侪注目的眼光。不过，真侪人刻板印象就是电动车的速度、性能、续航力甲充电等问题拢必须积极。不过，经过 IE 的研究表示，对2010年到2015年5档之间，电动车全球的销量成长了100倍，可见现在电动车已经脱胎换骨。重点就是要以新科技来解决环境污染，改善空气品质。那我为什么选择电动车的优势原因，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说，电动车它因为在台湾目前充电是不用钱的，在公共充电站它充电不用钱。然后第二点就是它不会制造空气污染。然后第三点就是它的维修成本非常非常低，因为以前我们在开汽油车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那种维修的问题啦，要换机油啦、换齿轮油，很多问题。可是我们换了电动车之后，我们非常喜欢电动车，因为它几乎是不太需要保养，就是我们几乎是忘记了它上一次是保养是什么时候。你可以一直开，你不用担心任何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它充电，我讲在国内公共充电站你充电不用钱，所以我们的车子都会跑去公共充电站充电。那公共充电站充电，而且它还有专属车位，叫你去停的话，你可以走，没有人可以抢，那是保障车位的。那我们就是，然后再还有一个最重要，它加速很快，它加速非常非常快。然后我们开的结果是，它几乎跟超跑一样快。这本由台南在地发行的国际级刊物《Ignite》，为了响应市府推动绿能产业，第10集就特别以电动车为主题，除了电视纯电动汽车 Tesla， 嘛邀请多款电动机车的厂商到场展示，同时搭配电动卡车的试骑。29号特别伫南赛道文创园区举办相关嘉年华会，让民众了解电动车时代来临。我们本身是台南的杂志，那我们希望真的可以把电动车这个产业给带进台南这个府城这个都市里面来。那因为也配合就是赖市长他想要推动绿色台南的这个政策，那我们这一次就邀请到了 Tesla 美国 Tesla 的车，还有 Gogoro 的车，还有 Clever 是电动脚踏车，那邀请了一些电动车的厂商，那一起过来蓝赛图这个地方，那来推广我们这个电动车的产业在台南的这个兴起，那也做一些试乘的活动。然后当天也有闯关的活动，那也都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过来蓝赛图这边一起同乐。主办单位表示，东港也有电动车闯关、对外整理礼品的活动，以及电动车发展趋势分享等内容，欢迎大小朋友踊跃参加。电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市府为着推动英语优先标章，加速国际化的脚步。现阶段特别针对餐饮店家、计程车、公车、医疗机构等等进行认证的制度，希望业者唔通惊讲英语，市府除了会辅导打造相宜的环境，嘛会让业者具备简单的英语沟通能力。
市府推动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现阶段就是要鼓励民间业者全面打造英语的友善环境，让外国朋友来台南旅游、工作、求学，甚至移民，都会当更加方便，同时感受国际化的脚步。所以，上午第二官方语言办公室甲外籍评协委员正式将英语友善标准的执行公布，希望鼓励更加侪业者主动响应。今天我们很高兴终于经过2年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这个英语作为第2官方语的政策，我们选择在今天作为正式推出所谓的英语友善的这样一个标章所以未来各位会在一些观光巴士、计程车、医疗院所一些 medical institution， 还有一些餐厅，我们观光客很多人喜欢去的一些台南的这些餐厅，还有甚至于在我们的一些停车场，我们都会提供这样一个双语的，不只是看得到的双语，还听得到的双语上午包括餐饮、公车、客运车、医疗机构等主要推动对象的代表，拢一一出面接受市府认证。随后包括菜单、公车的路线、医疗柜台等等，拢将具备基本英语对话表达能力，进一步扩大提升英语服务的能力。但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亚洲餐旅创办至今已经60周年。伫咧餐饮科系、服务旅游等相关科系打拼经营，因的用心甲坚持有了明显的成果，办学的成绩愈来愈杰出。同时，伫咧60周年也特别投入资本，规划新起的餐旅实习大楼，要学生更加完整、更加良好的学习环境。10月27号、28号2天是亚洲餐旅学校庆祝60周年的大日子。现场来了侪贵宾以及校友，伫咧现场也共同见证了亚洲餐旅新的里程碑，进行新起餐旅实习大楼的动土典礼。这栋大楼未来内部将会包含4个1级检定的课场，校方也希望这个场所会当培育出更加侪优秀的学生。校长苏国范表示，亚洲餐旅学校将会积极克服少子化的危机。更加用心来经营学校。今天因为适逢我们学校创校60周年，在进入第2个60年的时候，我们学校为了展示我们学校深耕餐旅教育的一个决心，所以我们特别利用今天举行的我们新建的以及证照考场的实习大楼的动土典礼，要表示我们要深化学生的专业技能，并且希望借由未来少子化的一个趋势中，我们能够利用社会的推广教育来改变，来补足少子化的学生不足的一个问题。在咧校庆期间，校内一片热烈，也有侪非常用心的学生制作特别又个古锥的造型角色。或者是面包地点替学校庆祝，其中现场这只大型的亚洲精英是用面包来制作成的大型作品。制作的学生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完成这个作品。好，我们这一座是亚洲精英，是2个月前开始策划，然后从他的身体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拼凑出来的。然后像羽毛，然后翅膀都是一片一片羽毛贴上去的。然后我们的组员有我，还有4位学妹，还有我们老师一起帮忙，然后才完成这个。然后每一次就很担心翅膀会一片一片的掉下来，所以它掉了。像前几天有粘好。之后还是又掉下来，就是老鹰跟木头分开，然后我们之后还是又把它粘回来，就昨天到晚上10点多才完成。坚持教育的初心，亚洲餐旅学校伫咧办学一架子了后，要继续投入更加侪心力，将学校转型成为新形态的基职教育的典范。台南新闻网站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拍起床。
就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台南市家具商业同业工会所举办的台南家具展，28号上午正式伫咧南畔展览馆开展。现场除了各项家具用品以外，也提供各项优惠以及小礼物。家具工会也送出300张爱心桌啊、甲椅啊，予台南济经国小，场面温馨。各式各样的名称、定式、原版的家具，以及小朋友上爱汽车名称等等的家具，拢伫即摆由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家具工会所举办的展览当中，提供予消费者上介多元的选择。同时，即摆工会嘛赠送300组的桌椅仔，予台东、德高等国小的弱势学童，互来买家具的民众买当做爱心。遮嘛要甲咱遮所有的消费者来挂一个保证，咱在场的遮的参展的厂商，拢是负责任，因为这拢经过咱筛选，真好的厂商，哦，所以讲，大家若来遮买家具，会使讲放心，品质一定是第一，价钱一定是第二，一定是单一的，哦，服务一定是第一，上好的，吼，伫遮。即摆家具展览除了各种优质的家具以外，嘛提供侪优惠甲小礼物，要来回馈台南的消费者。对28号到31号，欢迎所有民众把时间到南旁展览馆看家具、抢好礼。台南新闻古国义采访报道。30号就是万圣节，侪民众拢会打扮做妖魔鬼怪来过节。即马就有火锅业者配合万圣节，推出以妖怪的伪装到店食饭，就送一粒活包鱼来回馈，欢度趣味的假期。万圣节伫要到啊！全国各地拢有万圣节变装活动，为伫咧北区明德国中边啊火锅店30号动工，准备了100粒的活包鱼做好礼。动工的人客只要搞怪变装，就送每一个人一粒鲍鱼。侪伫咧脸书讯息，知影消息的老顾客拢提前来抢好了。我在那个脸书上有看到他们有打那个万圣节，只要你变装，然后他们就会一人送一颗活鲍鱼这样子，觉得这个优惠很棒啊！之前我也有来吃过，真的是它的料都很不错，而且很鲜美，就很新鲜这样，所以今天带朋友还有小朋友一起来吃。海岛火锅主打火锅的海鲜塔。店内食材拢是选用优质的海产甲肉品，而且汤头拢是用鱼骨甲蔬菜长时间来煮，就连沙茶酱、辣椒酱拢是头家陈永达亲自调配，相当用心，互食过的人拢比大头尾讲赞。本店的汤头都是纯天然的鱼骨头熬成的海鲜汤头，啊，如果豚骨汤也是大骨熬成的大骨汤。本店的沙茶酱，全部都手工制作，辣椒酱也都是手工制作，因为最近食安问题很严重，本身我们自己也对吃的很讲究，所以给消费者的我们是希望说是最天然、最健康的食材与汤头。30号动工的变装活动，海岛火锅鼓励大家爱大胆来搞怪。更欢迎亲子做伙打扮同乐，欢喜吃好料，欢喜过假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百货业者为着回馈消费者的支持，这届结合了旅行社甲度假酒店，推出999块，地当带入去垦丁5星饭店的大优惠。透过报道做伙来看卖。为伫咧后火车站边的百货业者，这届结合旅行社饭店业者。推出馆内消费999块，搁再加价999块，地当去住垦丁博弈度假酒店的大优惠，而且搁包含2顿的餐点，会当讲是相当优惠。每一个人是999，那含一个早餐，再含一个午餐的中式套餐。那
每一天都可以出发，而且是有固定的保留房。那这一次的价钱，它原价是8880，再加10%的那个服务费。那因为大圆柏把他们要回馈给顾客的一笔经费投入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所以才会有999这么优惠的价钱。垦丁博弈度假酒店专馆总共有200间的客房，而且环境甲设备拢相当的好。这个结合百货买物件、加购的活动，会当互远东百货消费者有度假的好去处。等日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着要欢庆国立台湾文学馆成立13周年所举办的台湾文化协会特展，描写了19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所引发的时代新思维，以及当时伫咧日本人统治之下，台湾人民族意识野头的辉煌时期。即马就带大家来回顾迄段思想进步的年代。对台湾文学界来讲，10月17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台湾文化协会伫咧1921年10月17号成立，引起当时台湾的文化启蒙运动。国立台湾文学馆也选伫10月17号成立，今年已经13周年，也因此特别展出台湾文化协会相关文件册集，要让大家更加了解迄段台湾思想大进步的年代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好，那总而言之，我们这一整个展览是希望让大家借由这些老照片，还有我们的文物，再一次的去回到那1920年代我们说风起云涌的时代。那是一个虽然在身体上面还是行动上面被绑锁了，可是在思想上你是没有办法被捆绑的。你在思想上面，这些知识分子是大爆炸的时代。大爆炸把台湾整个人民的生存意志提升起来，那所以台湾不只是日本的台湾它最重要的是台湾人的台湾。有一天，台湾要做自己的主人，台湾人要做自己的主人。在那个时候的这种概念下面，这个意识实在是一个让整个是台湾人民把它集合起来。那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台湾文化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就是从一个混沌不明，然后或者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一个文化概念，甚至没有什么文化感觉啊，这种的，也没有什么艺术啊之类的，但是我们把它启蒙起来，有点像是欧洲时期的文艺复兴。13周年馆庆回顾文化协会系列活动，有台湾文化协会主题展、系列主题讲座、文化走读小旅行等等的推广活动，欢迎民众做伙前来参与。等日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开馆5周年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为着要落实文化平权，特别甲伊甸基金会、万方启能中心合作举办活展。伫咧活动现场也接受企业赞助的友善导览 APP， 要提供予身心障碍朋友更加好的看展环境。台湾历史博物馆迎接5周年，为了成为全台湾人的博物馆，一直朝向落实文化平权的努力，嘛借这个机会，甲企业合作推出听我说说话 App， 提供一般民众甲身心障碍朋友更加方便的行动导览甲引导服务系统，希望透过这个 App， 让所有观众拢当享受小博物馆的趣味。台湾历史博物馆开馆已经满5周年了，在这5年以来，我们服务了超过360万人次的观众。那我想我们非常骄傲，在过去的基础之上我们持续的为着荣耀台湾而努力。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特别来关心文化平权的部分。就是用各种的，包括研讨会、包括画展、包括开幕的活动，来共同呼吁大家文化平权落实。今天的博物馆不只是要把博物馆原来的收藏、研究、展示的工作做好，我们做更多的社会服务的工作。这摆嘛特别邀请伊甸基金会万方客人中心的身心障碍画家展出因的作品，为中描写台湾自然风景、人文景观等等。伫每一把画作当中，拢能感受每一个画家对创作的热情。我们发
发现有很多的身障者，事实上他是有这个绘画的天分。我们希望不要因为他的障碍而限制了他的发展。所以这一次我们真的很高兴这个台博馆台史馆开放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的身障朋友他们透过他们的训练能够来这里参展。我想这对我们身障朋友是非常不同的意义，因为这是对他们的肯定让他们了解，事实上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残障的问题来造成对他人生的一些限制。这摆台湾历史博物馆5周年嘛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参像实景解谜、台湾数位讲座、小学生戏剧导览等等，欢迎所有民众做回来体验庆祝5岁生日。电新闻辜虎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侪云短暂顺雨，温度22度至31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0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